过来是老大人过大路，竟然是遮尔啊危难，遮尔啊危险。苗栗一个老太太年岁大，无在条爬天桥，大路顶阁无画斑马线，老太太只好是直接穿过大路，结果互一台轿车弄倒去，为顶半身甲交过，有性命危险。另外，云林县的泉州村有一条对外桥梁，500-600公尺长，阁真夹。当地老大人每一届出门，都亲像咧爬山路咧，半路都爱阁休困2-3届，真忝嘛真危险。老阿伯徛到一半，徛袂叮当啊，因为这桥上悬的所在有4站老悬，加上风真大，也有人伫遮摔伤过。行啊，这徛脚踏车跋倒的。嘿啊，用行嘛是真忝，带伊伫停落来休息。不过云林泉州村的居民想要出门，上方便的就是这条路，像爬山共款。你行足酸的呢？这忝的吼。歹行，徛袂行，徛袂行啊。徛袂行。居民希望有一条较好行的桥，互老大人安全出入。另外，伫苗栗咧，老大人疑似无想要爬天桥，直接冲过大路避路。警员来处理车祸，但是无交通管制，现场混乱。救护人员无简单落车，早看被缀伫车的老太太，吊水女驾驶真紧张，讲等我的时无看到人。然后我刚好被那个 A 阿妈用走的啦，年纪比较大的人爬这个路比较不方便啊。这里又没有设斑马线。县政府讲，依照道路交通标志设定规则，有设天桥，特别画斑马线。若是无想要爬天桥咧，上好爱先去有行人穿越道的路口，千万唔通直接冲过大路。